新闻开始，咱来关心台北市公府南头一间有在经营科技网的跋筊酒吧，即马是互检举讲违法经营。警方伫昨去敲，带登去24个人。即搭交警方掠着讲囝仔是在比科技网，其实毋是。检方审问了后，负责人以10万块交保。警方直接到上班所在，现场真侪人坐伫桥道顶悬耍德州科技棒。这桥场据点，互人检举探测非法盈利。现场10外个嫖客，甲真侪个城管服务员。警方将线传负责人等14人带登去调查。当场查获到蔡姓现场负责人、荷官3人、工作人员4人以及赌客16人，总计24人。这跋筊所在，创在台北市公府南路一个大楼的地下室。警方接到检举，桥场用科技棒协会名义对外招募会员，涉嫌惊是比赛交流，实际是非法跋筊。现场并查扣了抽头金计营业额63万余元，记账本4本，点钞机2台，监视器镜头31个，以及桌面的筹码80万余元等证物。检察官复审了后，有人线出负责人10万交保，其他7个工作人员每一个人3万块交保。我的所有的赛事都是符合高院判例合法的赛事，我的所有的规则都是符合过去曾经判过合法的规则。针对放射网红弟妹甲伊查甫朋友艾希查理，也有出钱经营这间教场。线出负责人表示，因2人甲教场无啥物伤过大的关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